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KT 講馬。事不宜遲，今日介紹分享一場WinPay 俾大家參考一下。咁就係第二場。咁其實呢一場呢，大熱本係展鴻威啦。其實好多馬呢都係好邊線呢，同埋唔係話係好突出嘅。咁所以呢，今日呢 KT 就會介紹呢一隻半冷嘅馬俾大家參考一下，可以作呢個 WinPay 嘅介紹。嚟到第二組試集，都係1000米嘅，有6隻馬。好啦，出閘之際啦，見到二檔呢一隻繁喜呢應聲彈出嘅噃。咁啊近鏡嗰隻最好玩呢都休息咗一段時間啦，今朝出閘亦都唔錯。中檔呢馬會彩衣呢深綠色帽呢就長勝隊長啊，埋邊呢另一隻馬會彩衣呢粉紅帽嘅叫做太子，尾衣位置白色衫呢就係堅闖喎。暫時貼欄呢喺內欄包尾呢轉得勝，咁但係6隻馬呢都係非常之接近啊，有啲緊迫添。今日剛剛去到600米段柱牌左右啦，繁喜佔先得半個身位嘅。埋邊有太子，中檔呢就長勝隊長，近鏡呢最好玩呢都上緊嚟啦。馬群中間轉得勝呢又嚟咯噃，後邊就吊住就係堅闖啦。好，最後300啦噃，幾隻馬都非常之近啦。中間有長勝隊長，轉得勝呢逢馬過馬呢穿插咗上嚟啦。埋邊就繁喜啦，最好玩就撳住嘅太子亦都係啦，堅闖都追得勁啊！結果衝線又贏一組試集轉得勝，後上第2都勁嘅就係堅闖啦。咁啊後邊4隻馬就接近啦，有太子，中間就長勝隊長，後邊係啦，冇錯啦，就係11號嘅轉得勝啊！咁湯寶新騎嘅，咁就呢隻馬呢，咁睇佢幾個課字集呢，其實都係走得唔錯嘅，越走越勁嘅，同埋自動上前嘅。咁我覺得喺呢一組嚟講呢，呢隻11號嘅轉得勝呢，其實都有機會呢係一出即勝嘅。咁所以呢，就分享呢一隻11號2場11號嘅轉得勝俾大家參考一下啦，可以諗下 WinPay 嘅。今日介紹係咁多，希望各位贏多啲，拜拜。